大家平安。上個星期咧大風雪，大家喺家中。今日咧再見到大家，實在係主特別嘅恩典。因為上個星期其實我病咗，我把聲都唔得，所以預早拍咗，真係主好有恩典。嗱，我哋講一講咧，就係一路同你睇到第3章帖撒羅尼迦前書，保羅即係喺嗰度逗留咗咧，可能3個禮拜或者3個月左右嘅時間就離開咗，因為逼迫甚大。佢走咗之後咧，好掛住呢啲人，就差派提摩太去睇下佢哋點樣，然後收到嘅消息就係佢哋嘅信心愛心都係好堅固，佢心裏得到安慰。咁我哋咧就第一堂咧就係講保羅佢點樣勉勵人。我哋提到保羅作為一個勉勵同行者，佢5方面，我唔知你有幾多個記得噶啦。有時講完連自己講嘅嘢都唔記得嘅。嗱，第一樣嘢，保羅話咧，我傳福音俾你有4樣嘢，有言語、有能力同埋聖靈，仲有充足嘅信心。跟住咧，佢話我時時關心你嘅，我時時咧查問你嘅進展係點樣。第3樣咧，佢就係時時為到佢哋感謝神，佢哋嘅信愛望感謝神。第4樣嘢有冇人記得？我自己都要諗一諗下。即係佢為佢祈禱，亦都話肯定佢哋嗰個呼召。神呼召佢成為神嘅兒女，都成為神嘅僕人。然後最後咧，佢話我時時做你嘅榜樣，希望你記得我係點樣為人，點樣面對大嘅困難。嗱，呢5樣嘢咧，係一個同行者嘅生命點樣幫助、關心弟兄姊妹嘅成長。由上個星期調轉頭講到一個勉勵同行者，佢嘅生命係點樣？嗱，3樣嘢好簡單。保羅話咧，喺大爭戰裏邊，我哋唔後退。嗱，佢一個重點唔係講你嘅技巧，唔係講你識得幾多關心人嘅嘢，而係第一樣嘢，你嘅生命，你嘅生命力面對人生嘅困難，面對各樣嘅考驗。佢話咧，我唔後退嘅。點解唔後退咧？第2點。上個星期講到，就係因為佢係要討神嘅喜悅，因為佢討神喜悅，所以咧佢就即係對班人又產生咗父母之情。嗱，佢真係好深切嘅，即係唔單止係關心愛護，更加好似父親嗰種嘅嚴謹，希望佢成長，有母親個愛恩情待佢哋。咁咧就講咗佢點樣關心嗰啲人。點樣同佢勉勵同行？呢個勉勵同行者嘅生命，今日咧第3章咧就係睇下成班人啦。嗱，個保羅咧嘅生命咧，即係點樣影響整個群體，影響保羅自己、提摩太同埋帖撒羅尼迦人。咁啊，我簡單咧就將呢章嘅聖經講3樣嘢啫。第一就係站起嚟。點樣使到一個信徒群體教會喺真道裏邊堅固站起嚟，企起身。第2咧，使呢個信徒群體咧活起嚟，即係興奮嘅。教會需要興奮嘅，即係如果嚟到教會死氣沉沉咧，你會問點解？因為教會見到上帝嘅工作。彼此嘅相愛激勵咧，就會活起嚟，好興奮嘅教會活起嚟啊！然後咧，最後我哋會睇到，即係保羅聽到你哋咧，大家祈禱，特別強調嘅，我哋係等候主來。咁你話趙牧師取巧攞3個來啊嚇？記唔記得？陣間大家記唔記得咧？活起來，即係站起來，活起來，等主來。咁我哋分3段嚟到睇。嗱，我哋首先咧就有個祈禱嚇，求主引導我哋。親愛的主，我哋敬拜嘅時候進入聖經嘅真理，求你嘅靈感動我哋，你嘅靈教導我哋，讓我哋嘅心係敞開，我哋嘅心願意聆聽，又願意遵行你嘅話。奉耶穌名求，阿門。勉勵同行。喺真道堅固嘅咧，就會站起嚟。
嗱，呢段聖經咧就好特別嘅，就好似有啲三文治嘅安排啦嚇。新約都有嘅，唔係淨係舊約只有三文治安排。即係咩叫做三文治咧？即係頭一段同後邊嗰段咧係相對應嘅，而希望帶出咧中間一個好重要嘅思想。嗱，第一個咧就係佢話咧我唔能夠忍，所以咧就獨自喺雅典。你睇到第5節就係我唔能夠再忍。嗱，咁好明顯咧，佢擺喺嗰個安排，想話俾你聽咧，佢唔能夠忍。話你話忍乜嘢啊？即係我哋一諗起忍嘅，係去嗰度啦。原來佢咧好急想知道一個消息，就係呢班帖撒羅尼迦人佢哋嘅情況係點樣。所以咧，佢寧可自己獨自一人喺雅典。你話一個人喺雅典好辛苦啊，保羅。如果你讀翻睇《使徒行傳》，大約17章左右啦，就講到喺雅典嘅時候，佢力戰群雄。喺雅典裏邊咧，佢係要面對好多唔同宗教嗰個嘅辯論或者係逼迫繼續嘅嚟。所以咧，佢獨自喺雅典，對於保羅嚟講，可能係好辛苦嘅。如果唔係，佢唔會咁講。佢甚至願意咧，即係差咗最幫得佢手，又即係陪伴佢嘅提摩太去嗰度，去你嗰度堅固你哋，喺道上邊勸慰你哋。嗱，咁咧就係啦，因為佢掛念呢啲信徒，希望了解佢哋嘅情況，好擔心呢班人咧會因為逼迫離開個信仰，以致咧佢所做嘅白費嚇。咁就所以佢就要去提摩太，你去堅固佢哋啦，勸慰佢哋啦，用真理嚟到去建立佢哋嘅信心。係保羅嘅心願。如果睇第5節咧，保羅話我唔能夠再等，唔能夠再忍啦。於是我就打發提摩太去，係做乜呢？恐怕你哋被人誘惑，即係誘惑你哋啦，叫我哋嘅勞苦啊，我咁辛苦苦建立你哋嘅信心徒然。佢一方面要知道佢信心點，一方面咧就希望建立佢哋，唔好俾人引誘咗佢，唔好俾人呃咗嚇，因為佢哋有真理，所以能夠站立得穩。嗱，所以簡單嚟講，保羅一個心願就係希望佢喺真理得到堅固佢哋嘅信心。咁你睇下中間啦，中間咧就係嗰個戲肉。點解佢哋會動搖？因為呢度講有諸般嘅患難，佢話免得有人被諸般患難搖動，因為你自己知嘅，我哋受患難原是命定的。保羅講一樣嘢好震撼嘅，患難係命定，係神所安排計劃中出現嘅。好多人話我信咗耶穌之後應該好好啊，信咗耶穌應該咧病又應該好啦，屋企又應該家和好生意又好啦，做工又好啦，樣樣都好。點解今日會面對咁多困難嘅？嗱，如果我哋傳福音俾人有一個錯誤嘅信息，以為信耶穌就一帆風順嘅，咁就真係講錯咗嘢俾人聽。保羅話：我一早喺你嗰度嘅時候已經講咗俾你聽，我哋會面對患難，呢啲患難係神所命定嘅 ，destined， 神安排咗嘅，唔係神失控，唔係神呢搞唔掂，所以有患難臨到我哋嗰度。所以保羅加多一句第4節就話呢：我喺你嗰度嘅時候，已經預先告訴你哋，我哋必受患難，以後果然應驗了。你哋都知道，佢驚呢啲人見到哇，保羅咁慘嘅信耶穌，跟住咧呢啲人又俾人誘惑，又俾人嚇，咁咧即係保羅又咁慘，我哋又咁慘，就離開呢個信仰。
所以保羅話你需要用真道嚟到建立自己，免得咧患難嚇怕你，亦都免得咧你見到其他啲基督徒信仰裏邊所面對嘅各樣嘅挑戰，亦都令到你即係心裏邊害怕退落嚟。有一個牧師去探一個病人，好嚴重嘅病人。咁牧師同佢祈完晒禱之後咧，就覺得個病人咧都好有信心，好好。於是就話：弟兄啊，弟兄，我都同你分享我一個嘅困難。請你咧，如果你即係喺病床度，有時候你紀念我啦。於是牧師將佢嘅困難講俾佢聽。嗰個病人咧就話俾佢聽：牧師，其實咧上帝係俾我哋遇到困難，係要你經歷佢，亦都俾你將來有見證講嘅。個牧師聽完之後咧，即係覺得哎呀，好似呢個病人真係喺病裏邊經歷咗好多，睇透咗好多。主耶穌話：我對你講呢啲事，係要使你哋裏邊有平安，喺世上有苦難，但係你哋有勇氣。我已經勝過咗世界。弟兄姊妹，我哋即係保羅，可能佢因為佢嘅困難就係因為逼迫，由猶太人嚟嘅逼迫。喺第2章18節佢話咧，有猶太人兇惡嘅逼迫，亦都係撒旦嘅攻擊。但係我哋可能面對嘅唔單止係即係侍奉裏邊嘅困難，生活裏邊都好多困難，令到我哋即係都未到保羅嗰個即係水平，去到為侍奉、為傳福音受苦。我哋就好時候為咗生活、為咗侍奉簡單嘅困難，我哋就放棄啦。少少唔開心，我哋就唔做啦。最近有個人同我分享，佢話開一次會，開個董事會，董事會都係高級信徒嚟噶啦。個人唔開心，突然間話我唔做啦，辭職。諗唔到做到董事嘅信徒級領袖都會唔開心，就話走噶咯。無怪乎教友好多今日喺呢間教會，聽日去嗰間教會，就喺侍奉裏邊有困難、有阻滯、有唔信心嘅地方離開。但係主話我哋有困難，但係我有平安俾你。你有勇氣要勝過呢個世界，勝過世界所俾你嘅壓力，世界所俾你嗰個嘅即係引誘。你要靠主嘅平安嚟到得勝。保羅咧喺之前咧14章未到腓立比之前，已經好多人逼迫佢，周圍都有猶太人逼迫佢啦。所以佢話咧，我哋進入神嘅國，必須經歷許多艱難。喺主耶穌翻嚟之前，我哋都會面到好多唔同嘅困難，係預定嘅。有啲係我哋自己闖禍翻嚟，但係有啲困難咧係神預定我哋要去學習，要去透過患難裏邊有咩好處咧？你數下患難俾我哋有咩好處咧？喺聖經提到你遇到患難要雅各書嗰度講，要以為大喜樂，因為患難咧就生呢個信心，信心生忍耐，忍耐咧成功，使你成全，全備無缺。所以你要以為喜樂，使你個人咧更加成長，使你更加倚靠神，更多經歷神嘅恩典、神嘅愛，你個人都成熟咗。所以保羅話萬事互相效力，叫愛神嘅人得益處，係一個好真嘅經歷。我相信在座當中弟兄姊妹都有咁嘅經歷。當你行過水嘅時候，水冇漫過你；當你行過火嘅時候，火冇燒你，因為神與你同在。我每個弟兄知道，睇翻轉頭，整件事情過咗1、2年嘅時候，或者幾年之後，睇翻轉頭，原來當日所經過嘅患難，成就咗我今日呢個人。
我之所以有咁嘅性格，有咁嘅改變，係因為當日我走過呢啲嘅苦難，主同我走過。呢個2018年㗎啦，已經唔係啱啱 California 火燒啊。2018年嘅時候咧，California Paradise 呢個區咧燒咗好多屋，其中燒咗13間嘅教會。咁咧呢個文章係寫咧，即係話 Church is still alive。教會雖然建築物被焚燒，但係教會依然嘅活着。神冇特別救到教會，當然啦，我哋好希望咧大火燒淨就係教會，以證明咧呢個地方係上帝喜悅嘅，上帝嘅家。又唔係教會都燒埋。咁其中阿 Kate 寫呢份文章，佢話咧我哋失去咗家園，我哋失去咗好多嘢，但係上帝一直幫助我哋一步一步走。我哋需要同家人一齊嘅悲傷，然後我哋同我哋教會一齊悲傷，然後我哋同社區一齊嘅悲傷。喺詩篇88篇，你翻去咧得閒睇睇詩篇88篇啦。耶和華拯救你嘅神啊，我晝夜喺你面前呼籲。但呢個詩篇其餘嘅部分，特別係句最後嘅部分，詩人質問上帝，佢好驚，佢情緒澎湃。點解神讓呢啲事發生，將佢嘅親人攞走？呢個係我哋嘅詩篇，我哋必須要傳達最難嘅信息。我哋嘅上帝了解我哋嘅痛苦，我哋可以愛上帝，同時可以向佢生氣或者向佢發下脾氣咯。但係唔好發怨言啊！我哋可以有信心，同時可以質問佢。呢個就係我哋嘅上帝。喺困難裏邊，我哋向神傾訴我哋嘅苦情，同時等候佢嘅出現。我哋有一個南亞嘅活動，有一年呢，有一個單身媽媽帶埋呢個女仔嚟，咁嗰度師母咧坐喺度同佢分享。認識佢，了解佢，知道佢哋點樣嚟到加拿大，佢哋喺度成長，佢哋所面對各樣嘅挑戰困難。咁我哋淨係簡單講咗幾句阿師母咧，佢都有好大嘅困難因為我諗呢幅相嘅時候咧，都係南亞呢個聚會咧都有疫情前㗎啦，都有5-6年前㗎。講到咧喺人生嘅困難裏邊點樣走過？咁呢句媽媽同個女好細個，都好感動。個女咧就走嚟攬住師母，哇，好 beautiful。有時患難就係幫助我哋溝通，幫助人有更加明白、更加了解。我哋講俾佢聽，我哋有耶穌，耶穌成為我哋幫助行走過呢啲困難嘅日子。所以耶穌呼召佢嘅門徒，對佢哋講：如果有人要跟從我，就要捨己，背起佢十字架嚟跟從我。唔容易嘅，但係呢個患難原是神所命定的，係會有嘅。讓我哋用真道嚟到去堅固我哋弟兄姊妹教會，以至我哋教會唔係傳一個咧耶穌好祝福你嘅信心，而係我哋喺信心裏邊，上帝有佢嘅心意安排。有時患難也是神所命定的。我哋就堅心跟隨主，所以第一個咧就係真道堅固人，讓人喺信心裏邊站起嚟。
然後大家彼此勉勵啦，彼此激勵啦。提摩太喺嗰度翻嚟啦，將你哋嘅愛心、信心咧，好消息話俾我哋聽，又話你哋時時紀念我哋，切切嘅想見我哋，如同我哋想見你們一樣。保羅好即係好舒心，好安樂。所以弟兄啊，我哋喺一切患難之中，因着你哋嘅信心就得到安慰，所以靠主站立得着，我們就活了。我哋喺神面前，因着你哋甚是喜樂，為這一切嘅喜樂，可用何等嘅感謝為你們報答神呢？嗱，保羅喺呢個聽到好消息之後，好受呢一班佢勉勵嘅人激勵啊！嗱，呢個就係點解勉勵同行呢？係好漂亮嘅。你唔單止幫助人，你都被佢哋所激勵嘅。保羅你數下佢講到佢嘅感受係點樣樣咧？佢話咧喺佢得到安慰，佢活起嚟，佢充滿喜樂，充滿感謝，佢要報答神添。哇！即係呢個消息真係俾保羅好大嘅興奮。你試過咁樣樣得着喜樂？你嘅喜樂喺侍奉當中係因為完成咗一個美好嘅事工都祝福咗好多人還係咧你睇到咧喺你嘅侍奉裏邊，你激勵咗好多人。我諗習福民堂咁多年，今日咧可能你喺侍奉裏邊激勵咗好多人起嚟侍奉，千祈唔好激親好多人起嚟走咗。我哋要彼此勉勵，彼此激勵，以致咧就算保羅一個咁高層次嘅人咧，佢都咧因為弟兄姊妹嗰個嘅成長、生命嘅建立起嚟，高興到不得了，得安慰，佢活起嚟，佢感謝神，充滿喜樂，佢要為神做多啲嘢。嗱，當你咧越發有咁樣嘅欣賞、感恩嘅心嘅時候咧，真係被激勵，成個教會就係咁樣激勵起嚟噶。你鼓勵下人，人咧又激勵你或者人鼓勵你，你又激勵下人，就係咁樣，好似啲原子你撞我，我撞你，就係咁成個教會活起嚟。但係如果你從來都冇鼓勵過人嘅，我唔知講咗幾次道理，有冇去鼓勵人？有冇去欣賞人？你有冇多謝咧？上個禮拜製作團隊，哇，真係好啦！我哋安坐家中，喺大雪都可以睇到敬拜。你有冇留心到一啲事情喺教會裏邊特別感激一啲人，鼓勵佢，讓佢哋咧都能夠充滿感恩嘅心，特別咧係建造人嘅生命。有咩事令你雀躍唔會覺得疲倦？係因為你見到生命嘅改變、生命嘅成長，以致被激勵。陳宗道牧師寫過一篇句話啦，佢話大多數信徒生活咧都係嘅意義都喺金錢、名譽、工作、愛情、配偶、兒女、宴樂、房屋，任何嘅損失都會叫佢大受打擊。因為呢啲係信徒生命嘅意義，但每個基督徒應該效法保羅，將人生嘅意義放喺主嘅事上邊，就能夠喺各樣嘅波折打擊嘅時候，依然因主嘅眷顧過着有意義嘅人生。嘗試學下，除咗係上邊嗰扎嘢令你好快樂、好有意義之外，你睇下上帝俾你有教會、有弟兄姊妹，你鼓勵、建立、關心佢哋嘅生命成長，成為你人生一個嘅意義。我諗，如果你人生嘅喜樂意義咧冇弟兄姊妹建立起嚟，呢一個咧，你係有欠缺嘅。你嚟咗教會咁耐，唔係淨係做團契職員或者係做組長，
其他時間你都要為到教會裏邊嘅弟兄姊妹幾個生命嘅成長，為佢祈禱，為佢感恩，或者鼓勵下佢，以致你嘅生命更加嘅充實，更加有主嗰個嘅愛，面對人生嗰個嘅衝擊。我諗我第一堂嘅時候講過有個後生仔，如果你仲記得，我去 Newmarket 度同佢見面，舊年大約8月左右，好特別，好感恩。上個禮拜佢阿爸又打電話俾我，佢話牧師，我仔咧出嚟多倫多啦，你呢幾個禮拜得唔得閒再約去見多次啊？佢見完上次之後，佢覺得你都幾好傾，佢都想同你再傾多次。哇！我冇諗過我求一個後生仔，8月我話求主俾一個20歲嘅後生仔，俾我嚟到鼓勵下佢。第二日呢個爸爸就介紹咗佢個仔，叫我去同佢傾偈。事隔咗半年啦，佢想我再去同佢傾偈，我心裏邊一樣又好高興，好感恩。我2個禮拜前去探一個弟兄，我每半年咧就探過一次嘅，就係負責教會裏邊小組事工嘅，好似 Jessica 咁樣樣。我就去每年就去屋企度坐，我話嚟坐1個鐘頭嘅啫，我飲杯咖啡同你傾下偈，睇下你嘅近況，為你祈禱。就係咁樣樣，大家彼此激勵，我心裏邊咧亦都好受激勵。我鼓勵你，最後今日咧仲要鼓勵你，你去聖靈感動你，有個人你去聯絡佢，去問候下佢，關心佢，為佢祈禱，俾一節聖經佢。我教過你嗰四朝15分鐘點樣傾偈，你翻去睇翻第一集，你嘅心會快樂好多。唔單止係話煲湯關心有病嘅人，呢個好好，你可以更上一層，鼓勵關心佢哋。有一個故事好好感恩嘅。我幾年前咧帶咗幾個姊妹信主，有3個咧喺廚房裏邊幫手煮飯俾老人家。我喺廚房撞到咧主持飯局煮100人飯嘅姊妹，佢話牧師真係好啊！你帶咗嗰3個姊妹信主，而家佢嚟廚房幫手。我自己年紀大啦，好多嘢咧做唔到啊，洗菜啊、洗碗啊、切嘢啊做唔到啊，佢哋嚟幫我手，我都好開心。有一個姊妹啱啱上個星期話俾我聽，牧師啊，佢真係好感恩啊！有個姊妹咧，佢係即係我女咧，車咗我1個禮拜睇跌打 chiropractor 啦，西醫跌打。今個禮拜呢個姊妹咧肯車我去啊！當我聽到咧，原來我哋建立到人嘅生命，佢肯侍奉，係好開心嘅。仲有一個師母話俾我聽，佢同呢幾個姊妹咧，1個禮拜即係對聖經一次，每次睇7章聖經，然後咧大家對答案。呢班姊妹已經睇完咗雅歌書啦。哇！我話由創世記睇到雅歌好犀利，好多嘢唔係我做，但係我聽到我有份，我都好開心。弟兄姊妹，你嘅侍奉唔好淨係停留喺完成一個事工嘅當中，你嘅侍奉係透過你嘅工作點樣建立到人嘅生命，你繼續關心佢嘅成長，所聽到嘅消息，讓你嘅生命活起嚟。讓成個教會事工團隊都活起嚟。好啦，我哋用真道堅固人，讓人站起嚟。我哋彼此嘅勉勵，我哋活起嚟。
到咗最後，保羅聽到呢啲之後咧，佢就為佢哋祈禱，彼此代求，一路等主翻嚟。保羅咧喺第一章一開始時候已經為到佢哋嘅信心感謝神㗎啦，信心、愛心、望。咁你記得話係信望愛啊，定信愛望呢？咁樣樣喺第一章已經講到，即係保羅好着重佢哋嘅信、愛、望。咁嚟到呢度第三章咧，佢更加深入嘅點樣為佢哋嘅信、愛、望祈禱。嗱，你要學啦。因為我點樣為人祈禱咧？除咗為佢嘅病快啲好返等佢咩嘢問題解決更加要為佢嘅信心、愛心、盼望嚟到去祈禱。我首先咧，第一個就係信心啦。睇翻第一節我哋切切晝夜嘅祈求，要見你哋嘅面，補滿你哋信心嘅不足。願神我哋嘅父，我哋嘅主耶穌一直引領我到你嗰度去。保羅都好想去見，但係見佢主要一個目的就係補佢哋信心不足。佢知道咧，佢哋成長咗，即係啱啱初生嬰孩冇幾耐，需要補足佢哋嘅信心，堅固佢信心，因為有患難，因為有惡人恐嚇佢哋、誘惑佢哋、試探佢哋。所以佢哋需要建立穩固嘅信心。今日弟兄姊妹，我哋要祈禱求上帝藉住聖言，藉住即係佢心裏邊嘅力量，可以剛強站立得穩，面對呢個文化嘅衝擊，特別為年青下一代。咁我相信你都聽到嗰個新聞溫哥華14歲嘅細路女因為食芬太尼，可能係芬太尼過度以致死亡。我哋下一代有唔同嘅衝擊，我哋坐喺度都平平穩穩啦。我哋要為我哋嘅生命，為別人禱告，為我哋嘅下一代祈禱，求主保守佢哋嘅信心，補佢哋嘅不足。然後咧，去為佢嘅愛心，願主叫你哋彼此相愛嘅心，愛眾人嘅心都增長充足，如同我愛你們一樣。保羅愛佢哋好似父親又好似母親咁樣樣所以話咧，我要求主使你嘅愛心滿溢，愛彼此，即係教會裏邊嘅人啦，眾人可能係家人啊、社區裏邊嘅朋友啊等等，增長充足，好似倒瀉咁樣樣，增長充足滿溢。我記得嗰陣我去翻去一個土家族即係中國短宣。咁我教佢咧，你聽過屬靈綠色啦，就係咧讚美上主、勤讀聖經、常常禱告、愛心逼人。咁即係嗰個家庭教會嘅人問我：喂，牧師，點解愛心會迫害人㗎？我話呢個廣東話嚟嘅，咁樣叫愛心滿溢，喺國語就叫愛心滿溢。然後咧就係講傳福音、樂意奉獻。如果你記得嗰6招，咁咧就愛心滿溢，即係倒瀉，即係願意上帝感動你，突破自己嘅限制，湧流出嚟。我哋好限制嘅，平時我都唔慣關心人嘅，做乜事無端端等佢病先啦。希望唔好咁樣啦。你只要有感動，祈禱之後聖靈感動你，你就去關心一個人，唔緊要嘅。有好多嘢係上帝有特別嘅安排。你願意用心力、時間、金錢、耐性，好似我哋去問候一個發出個 WhatsApp 出去問候一個姊妹，佢話：哎呀，我扭親隻腳好幾日，唔行到所以近期喺教會見唔到你啦。咁我哋就去問候佢，關心佢，為佢祈禱。
最後覺得咧，佢應該要而家最好噶啦，而家都唔使送上門添啊，直情 Amazon 訂一個腳嘅 ankle support 俾佢，寄到直到屋企，唔需要揸車咁麻煩。一個嘅問候，上帝用得着你，所以求信心堅固，求愛心滿溢，盼望咧，好使你們當我哋主耶穌眾聖徒嚟嘅時候，喺我父神面前心裏堅固，成為聖潔，無可責備。當你盼望主翻嚟嘅時候，保羅話你要追求聖潔啊！前面有信心堅固啦，而家係追求聖潔，無可指責。保羅要求佢哋喺呢個彎曲悖謬世代裏邊，你哋要追求聖潔，遠離惡行。保羅第1章、第2章、第3章一路到第4、5章，都係講主耶穌翻嚟嘅信息。不過嚟到我哋呢度停啦，冇機會講主耶穌基督翻嚟嘅情況啦。不過簡單講，就係保羅話我哋盼望主耶穌翻嚟，一係咧耶穌未翻嚟，我哋病死又好，老死又好，就去咗耶穌嗰度。咁喺度講咧，好多人問牧師究竟人死咗之後究竟係坐喺度瞌眼瞓等耶穌翻嚟啊，定係去咗天堂啊？咁樣呢個大嘅問題嚟㗎。咁話在乎你點揀咯。你嘅神學思想中意坐嘅，你咪諗住坐咯。牧師嘅思想就係死咗之後，我就同主耶穌一齊等候身體復活，靈魂與主一齊。簡單2句嘅啫，你可以再去深研。主耶穌話咧，同個強盜講：我今日同你喺樂園裏邊。所以咧，人死咗之後，同主耶穌一齊。保羅話咧：我寧可離世與主同在，好得無比。佢離開呢個世界就同主一齊。所以好簡單，2節聖經喺新約裏邊咧，已經話俾我哋聽，我離開世界與主一齊，快樂無比。不過對於喺神學上有啲中意等嘅，咁啊坐喺陰間度慢慢等死人復活唔緊要嘅。最緊要係號同，一係我哋病死咗、老死咗去耶穌度，一係等到主耶穌翻嚟，號同吹響，在世嘅信徒會被提。因為我覺得如果我嚟到帖撒羅尼迦前書咧，唔講埋被提嗰啲嘢咧，就即係嘥咗個卷書咯，係啦。所以我講2句啦，喺後邊都係啦。就號同吹響咧，信徒被提，而主耶穌帶埋咧已經喺天上邊嘅信徒咧嘅靈魂一齊，霎時之間，我哋身體改變，有一個榮耀嘅身體。我哋嘅靈魂喺天上，有喺嗰陣時候，我哋有一個榮耀不能朽壞的身體。嗱，呢個係我哋基督徒嘅盼望。無論係耶穌翻嚟，或者我哋去耶穌嗰度，都係一個好值得我哋向往、喜悅、歡心嘅事。除非你做得衰嘢多，唔想見主嘅面，好似細路揸住個成績表，好驚見阿媽咁樣。弟兄姊妹，保羅話：我祈禱咧，求好使你們即係求神幫你哋喺主耶穌嚟嘅時候，心裏邊堅固，成為聖潔，無可責備。呢個係2方面，一方面我哋要努力追求聖潔，另外一方面係靠上帝聖靈嘅恩典，好使我們成為聖潔。基督教唔係單講靠苦行
追求聖潔，苦其心志，勞其筋骨，苦其心志，修身。我哋要有修練係緊要，但係更加需要聖靈嘅恩助，以致我哋追求聖潔生活嘅時候，有時快啲，有時慢啲，但係總不離開。我哋唔係完全嘅人，我哋需要弟兄姊妹嗰個嘅鼓勵，需要弟兄姊妹嘅提醒，甚至有時需要教牧嘅責備。我都唔鼓勵弟兄姊妹隨便責備人嘅，如果有需要咧，就揾教牧去責備啦，提醒好啦，以致我哋係一齊喺路上追求成聖，追求聖靈嘅充滿，以致耶穌翻嚟嘅時候，我哋係可以無可責備。所以你睇到咧，保羅由頭到尾就係講信愛望，喺佢生命裏邊，教會嘅弟兄姊妹要喺信愛望裏邊成長，特別需要禱告、澆灌禱告喺信徒嘅生命當中，成個教會裏邊，以致教會嘅信心堅固、愛心滿溢，喺盼望當中追求聖潔。哇，幾靚！呢個教會就係咁樣樣活起嚟，呢個教會咧就係咁樣建立起嚟。所以保羅嘅禱告，希望你都識得為教會嚟到祈禱，為教會嘅牧者、長老、執事、你嘅團長、團契職員，或者你嘅弟兄姊妹，求佢哋信心堅固，求佢哋愛心滿溢，求佢哋喺盼望中成聖。所以總結啦，今日保羅話：哇，聽到個好消息，有保羅、有提摩太、有帖撒羅尼迦教會三批人喺度，有勉勵人嘅，有幫手嘅，有被勉勵嘅人，大家走埋一齊，我哋一齊喺所信嘅道上邊堅固起嚟，站起嚟。我哋咧，大家彼此激勵，一齊成長嘅時候，我哋嘅心裏邊係即係活起嚟啊！見到你成長，我成長，一齊活起嚟。最後，我哋大家彼此嘅代求，讓我哋咧一齊等候主翻嚟，信心堅固，愛心滿溢，喺盼望中成聖。我哋同心祈禱啊！親愛主，我哋祈求集富民宣道會成為一個勉勵同行嘅教會。我哋緊張弟兄姊妹嗰個成長，我哋緊張弟兄姊妹嘅愛心有冇湧流？我哋緊張弟兄姊妹嘅生活有冇聖潔？等候你，主啊，願意我哋都學習踏出一步。聖靈啊，感動我哋，催逼我哋，讓我哋都係學習點樣同人勉勵同行，以致我哋能夠走出更遠，我哋能夠走得更蒙你嘅喜悅。咁祈禱交託，奉耶穌名求，阿門。嗱，喺度買一個廣告，呢個星期六早上咧有一個嘅特別嘅訓練，都係講勉勵同行，咁就比較上係實際啲，點樣喺我哋嘅團契小組，甚至係侍奉嘅團隊裏邊勉勵同行。好似我喺一個教會裏邊做過調查，
有56個弱點啊，即係粵語、國語、英語堂夾埋嚟有56個弱點。56個弱點裏邊有18個話我喺侍奉裏邊從來冇人鼓勵我嘅。弟兄姊妹，你要學習點樣勉勵同行，讓耶穌更新我哋嘅團契小組同埋侍奉嘅團隊。希望呢個禮拜六見到你。